然之後咧就作為你愛的宣言咧，因為我驚你唔記得神嘅吩咐啊，跟住咁係要更加幫助你咧，以後咧可以更加愛啊 Joey 咧，就幫你背咗神嘅吩咐。好，影一影啊，不如。係啦。你拎住啦，拎住。我最係你㗎啦。係啦，你背㗎嘛。係啊。拎出啲俾我。幫你背咩？好錄緊影。背咗之後咧，馬斯爾。出嚟。係啊。咁之後麻煩你咧就寫落呢個卡度。哇！喺默書啊。嗱，你背咗先啦，背咗我俾一卡你啊。靚仔啲唔係整好嘅，你個裝你要揀裝自己私留底你個裝係我隻手都好攰，揸住嗰嚿咁樣散咗。哇！好難。你揸住嗰支柄咯，好鬼。開始先啦，我哋好啊。好啊，你開始背啊。要愛我的妻子，正如基督愛教會，為教會捨己。我也當照樣愛妻子如行，愛自己的身子，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。呢個以弗所書5章25-28節。好。我背咗佢。1分鐘啊！我哋邊背嘅時候咧，就跟翻你哋啲下。